Let me help you. 抹窗又嘥時間又危險，真係抹晒嘅話都要幾個鐘，所以睇唔到嘅話就。但而家有 Ecovacs W2 Omni 操作簡單，手倉變為移動充電座，貼上持久鎖水嘅抹布，按一下開機就用得。佢唔同其他同類型嘅產品，創新安全繩電源線2合1，唔使溫位駁，又唔使睇下隔離有冇電仔先可以開機，拎去邊度都用得。我啲好多 bird poop dead bugs 嘅陳年窗，終於可以抹到，安全同可以慳時間。佢最大可以達到5500 Pascal 大吸力，主機亦有吸盤吸住，亦有安全繩，真係意外跌落嚟都有主機扯住。呢啲機求其抹一抹嘅咋。It's not just wiping, it's cleaning for real。三噴頭廣角霧化噴水技術，高壓水霧唔留痕跡，清潔冇死角，有多種模式可以揀，例如圓邊清潔，針對邊緣較污糟嘅玻璃，抹完一隻窗再抹另一隻都唔麻煩。廁所嘅陳年瓷磚同企缸玻璃都清潔到，撳一下就自動收線。我同姐姐慳翻咁多時間同體力，就可以專心照顧小朋友。而家就去買翻部 W2 Omni 抹窗機械人啦。